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有关是真烧热，普遍有33至35度。气象署要针对10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也有可能会热甲超过36度。过到南部甲其他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但做回来看温度。因为风台包围接近，这时啊，伫咧基隆北海岸水汽会豆豆增加，因暗桃园以北甲宜兰地区拢有可能会较高落雨。明仔载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有可能就会落大雨，而且各县市也得要注意强阵风，沿海风影嘛真大，提醒观众朋友得要做好防灾准备。如果今仔日就会来发布海上甲陆上的海风台警报。或者气象署指出，强烈风台包围7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大。如果拜五暗到拜六早起会上接近咱台湾，无排除会对东北角来登陆，包含中部以北、宜兰甲南部的山区，拢得要注意会上大雨。日头赤炎炎，强烈风台包围将近来到，基隆北斗仔渔港出现风雨前的好天，游艇的船主赶紧趁好天气。甲港内游艇钓上花安置，较免死到受灾。包围暗时会转北，7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拜五暗时到拜六早起，上我近台湾落雨出色度已经是红色反旧色。那在5的晚间一直到6的白天，是各地风雨影响最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大雨或豪雨，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出现。气象专家讲，包围伫吹背慢慢的变强，吹到下半部开始，北部、东北部、东部的正方面有可能会落雨，有经山区累积的雨量恐惊会不加多。暴风圈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全台都在它的笼罩当中，将有机会达到豪雨至大豪雨，甚至于超过。今日大甲地灾，前气象局长陈明典表示讲，应该无人会挑战这种讲法。敢是西北台，伊认为有机会，不过有无同的预报。另外，对台湾的影响也是无确定。若是落山偏北，就影响北部的山区；若是偏南、中南部的山区，嘛要警戒。如果那稍微偏北的话，只要雨期是在桃子苗山区，那可能将连下将近24小时啊，那这个累积量会相当可观。那如果说它再稍微往南一点点，中南部山区啊，阿里山也会有一个主要的下雨区。陈明典表示讲，预报无确定性，要民众有感觉做有效的防灾准备，建议在有警的资讯，会当按科学的描述转向有感觉的说明，并且用纪律来表现无同程度的危害的可能性。气象署讲，包围路径搁在南北修正中。下晡是报讲北无排除会经过东北角登陆的机会，不过目前也佫会变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个月6月25迄阵啊，落大雨，引起台北市内湖部分的所在淹水。即马台北市府是赶紧咧清水沟啊、修剪树啊，做防灾准备。也另外针对着这停班停课的标准，台北市长菁班暗时强调，双北会甲基隆、桃园做伙来讨论，以规日停班停课为主。环保局的人员是加强清沟啊，全力做好风台准备。包围风台是冲势正猛，加上进前控制2、5的大水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拢淹水。民众拢讲希望卖过淹嘛。这一次该淹的都淹走了，没有什么可以淹了。有清雨大概不会淹了啦。以前有预计过的，我们也会列为要重点的区域，市场周边、捷运还有百货公司。这些的区域我们也会做加强的巡检跟清疏的工作。市府唔加大意，完成台北市50个土石流、尖细溪流和地方地的清除工作，嘛针对台北市12个边坡，医生准备人力和设备。顶摆淹水淹到真严重的内湖区金龙里，已经移放150包的沙包，互民众拢总提了了。再别搁送300包过去。台北市长菁班咱主持包围风台准备会议的时阵讲，这摆风台差不多是等于2015年的苏迪力风台。迄当阵路边的树啊是倒3000多丛，医院强台包围公园处嘛专门来动员。我们现在道路上应该有将近20组的一个工班，预计本周会再完成2000棵树木的一个修剪。
包围我台湾是愈来愈近，新北市政府是加强地势较低较淹水的所在的整备，而且强化土石流监测区、防塌地和坡地灾害防范措施。基隆市长陈国良嘛到东势抽水站视察抽水站风台整备，要求全面戒备，确保抽排系统正常运作。如临大敌严阵以待。那所以我们连续3天都跟公务处针对边坡抽水站清淤的部分，也请环保局的同仁积极来进行。尤其新北市的山区雨量是豪大雨的等级，像我昨天到温仔郡，都是看防灾准备的情形。气象署预估拜5、拜6会是包围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各界关注北基桃，敢有机会来放风台假？根据过去的惯例，我们是在前一天晚上的8点前，我们先跟各县市讨论、交换意见。台北市我们一般还是会以整天为原则，尽量跟基北的是有一点。因为基隆市进前才宣布调整大雨停班停课的标准，互外界关注讲，这摆敢会和北桃是采取无共步的做法。对这陈国良表示讲，停班停课嘛是会和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密切来联络，由4个市长做伙讨论，做伙来决策。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包围接近，原底这个拜6礼拜要举行的分科测验是延后到后礼拜1、拜2来考试。各有团体拢表示肯定，不过嘛讲这风台扫过了后，考场可能有受损，而且嘛可能有考生因为这交通等暂时无法度去考试，应该得爱想相关的配套措施。面对强烈风台包围，大学招联会找一下晡调集相关单位，举行分科测验应变会议，决定要延期。吹背照气象署早起8点的预报，确定7月11、12的分科测验，要顺延到7月13、14这2天举行。最严重的时候是10号的下午跟11号的上午，这个2个关键的日子啊，一个是考生的这个市场的查询，另外一个7月11号也就已经开始了进行了考试，所以为了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大考中心提醒考生，敢若考试日期顺延尔，11个物理、化学、数学加生物，第13考试；12个历史、地理、数学1，公民甲社会第14考试。所以，我们已经公告的应试号码与考试地点都不变动。无论是倒一天考试，拢敢会当第12礼拜下晡4点到6点去看市场甲座位。配合分科顺延，甚至改到8月初3公布。登记分发志愿是8月初5到初8，8月17放榜。台湾教育产业工会肯定这届延期以生命安全做上优先的考虑，应该搁再盘点监视的能力，将有补偿，嘛要落实市场环境的安检，研究考生受灾补救措施。因为学生来自于各地方，那万一灾情会让孩子无法出来，那这个状况的处理比较麻烦。那因为这是个案，但这个个案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升学权益。教育部讲，市务监市场员有退补机制，若是有津贴补偿的需要，会搁研究。考生若是因为风台的灾情，无法度顺利到考场，会当提早去考场所在地，给出来费用会当申请补助。原住地的地方，因为停班停课，他必须要提早出来，他有这个额外的交通费用需求，或者是住宿需求，都可以检具呢向大考中心来提出做这个补助的这个申请动作。招联会表示讲，会照目前所会当掌握的气象资讯，做有防性的应变。不过新闻稿嘛讲到，若是后续因为风台移甩的速度上慢，还是影响的范围扩大，影响到考试的进行，会看状况调整。另外，佫宣布因应措施。有考生咧祈祷讲，风台赶紧走，唔通发生重大灾情，互伊赶紧考煞紧解脱。记者综合报道。强烈风台包围，拍算是拜5、拜6会上接近咱台湾。到时阵这风会真强，交通部的公路局就宣布讲，为着维护这淡江大桥的安全，若阵这风速平均有到8级，就会降低限速；因若阵这风速达到10级，就会把桥封起来。当风力达到8级的时候，在淡江大桥上面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汽车道部分，会实施道路封闭或者是改道宣导。那在主线快车道的部分，则是会实施降速到时速30公里。那当风速达到10级的时候，在快车道的部分，则是会实施封闭管制或者是改道宣导。
风流局指出，这个风台预估伫咧拜五中昼，平均的风速会达到8级，暗时可能会达到10级。因为这淡水河口的风真透，根据这淡江大桥的危险预警紧急应变计划，会有相关的管制，所以请民众若是要经过淡江大桥，都要特别注意。再来看台北市的敦化北路向是传出这路面崩落去，而且佫地歹地下驾驶公线，引起驾驶闹涉。这市府初步判断有可能是隔壁这大宿大楼伫咧做镀金的工程所引起的。目前是已经赶紧把这驾驶禁起来啊！而这镀金的工地嘛，逢下令停工，相关人员拢受罚9万块。真侪车伫车路驶来驶去，向看到一个交通损的警示，游客进来看，路边立队出现必损，所落来几片拢立落去。就翻下来啊！听到声音啊，我们管理员出去看。为什么这个地方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有时候施工的话，我们的电视还有时候会中断。案发的现场威风所线，就伫台北市松山敦化北路的巷仔内，差不多早起10点外，无已经发生立落去的情形，变做一个大坑，有1公尺深，灯看有3公尺和2公尺大。驾驶的讲说讲红地甲破去造成漏涉，经过消防检测，那现场有火源有可能会爆炸，相关单位紧指导。刚好是在就是中餐的那个黄金时段，有那个电话打来定位的客人就只好先推掉。我很小，完全没办法让人申请，我就只好预约的客人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们讲，那也对不起客人。无驾驶汤用持续超过2点钟，店家真无奈，当时中昼食饭时间，只会当主动来取消定位，嘛有真侪业者是直接打广告，暂停营业1天，生意受到冲击。旁边的建筑工地在进行连续壁开发的时候，有细流沙流出的状况，已经紧急做回填的处置。那因为道路已经因为细流沙的路基流失，有一些塌陷。挖坑一边就是大宿大楼镀金新建工程，委托中华工程来施工。台北市府的团队和土木技师初判，就像我地下室的连线壁引起4颗里路基流失，才变做大坑。好在在即马范围是无搁再扩大。整个影响的区域大概就是这个局部的大概2米乘3米左右一个范围的一个路面下陷啊。那就周边的建筑物，就我们初步的了解，其实建筑物没有产生结构上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安全无虞。面对这个事故，台北市立主办人目教场勘灾，目前工地已经予市府下令停工，监管处嘛照建筑法规，发生责任和减责任各处相当的9万的罚款。中华工程是回应讲，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责任的归属，搁要等进一步调查厘清，会全力配合各项调查，持续办理安全监测和复原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联合报。青安3.0买厝的贷款对8月开始实施，传出会提供拄结婚、甲生囡仔家庭无共款的贷款额，而且限定申请的人一档的所得爱伫咧200万以下。再来看《中国时报》，证交所要推出台股3大新制，包含单层股的开盘时间提早到9点，盘中促成交易的时间对5秒缩短到1秒，1000块以上的股票起落的单位对5块改做1块。落尾是自由时报，中联油脂的沙拉油检出致癌物质超标，检方已经将中联公司的总经理甲一位副科长列做是案发的被告，2个人讯后拢请回，因那南桥公司的厂长是以证人的身份告案。好，这个沙拉油出问题，是药署阁有公布上新的预防性落价名单，增加169项，拢总有401项的产品。这卫福部长赵宗良嘛，针对政策改来改去来回释的。不过，针对这在野伫咧这期中央头先想要来暗看这件代志，行政院长杜英台是出面来反驳。总统赖清德嘛强调，食安是完全无让步的空间，得要严格查办。中联油品店物案枪枪滚，高雄市卫生局初步再公布新增加29间业者使用着问题的油，其中包括出名的品牌西提、豆瓣、汉海港、旭之等，影响着49间业者。卫生局已全面展开清查，厘清第3层及以下相关业者使用状况。另外，台北市卫生局查到南桥遗址使用问题油的七项西西油品，小胖老爹鸡肉钱钱柜好乐迪全联清华酒店等。食药署嘛公布上新有用性落价清单，增加169项，总计是401项产品。不过，中联厂商泰山随即再通报，各一批油品验出苯便比超标。当日追查配合，同时阵消费总计10栋10万的油品。几
规食安问题继续了讲价，不过过程政策一再改变，吹背立委直直追问之下，卫生部长涂改表示歉意。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下游厂商360家，去反映点数来说232项，卫福部跟消委会一一去盘整，一定是耗费用的，而且无法执行。那在同样讲，他们就决定即刻要求全力下架，所以没有所谓代改。面对在野党质疑，政府头一时间在暗砍，行政长窦英台出面反驳，讲会检讨业者自主通报机制，同时嘛展开司法甲行政调查。总统赖清德嘛伫民进党中常会强调是按完全无妥协的空间，要求追究责任绝对无宽容。不过嘛有无辜的业者受害。这个饭团有涉及到使用这个不当的油品，那跟我们本店门市所使用的这个所有的贩售油呢是不同的供应链。因为查到真侪超商的食品用到问题的油，包括林聪明鸡肉饭丸、富航豆奶经典饭丸等等，引起民众不安。林聪明刷过鱼头，业者赶紧回话讲，问市的原物料甲油品供应的无同，请消费者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伫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佮在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会谈，总算是同意授权乌克兰伫因的本土生产爱国者飞弹防卫系统。另外一方面，因为乌克兰是继续咧攻击罗西亚的炼油厂，造成国内欠油，即马罗西亚是宣布要禁止柴油出口。美国总统川普车白伫土耳其北约峰会场边，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会谈，宣布正式授权乌克兰伫因国内生产爱国者飞弹防卫系统。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Patriot system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or today. The best anti-ballistic system. So we used a lot of. That's the best. Yeah, that's the best. 川普承认讲，美国家己爱国者飞弹库存有限，佮看怎讲也是美军成用，无会当交。乌克兰若要爱，就授权应该生产。虽然讲这项政策会当对根本上缩短乌克兰的军事供应链，不过专家认为爱国者系统制作复杂，费工真了时，过来也可能变做罗西亚目标。这届也是川普甲泽伦斯基两人今年6月法国这大工业峰会了后第2届见面会谈。川普表示，罗西亚甲乌克兰拢希望战争结束，不过泽伦斯基甲普廷两人拢真歹流利。问讲两人敢要伫咧莫斯科谈判，泽伦斯基也用讲算笑方式甲拒绝。Would you go to Moscow? It's difficult. There are a lot of Ukrainian drones there. That's why. It's dangerous. It will be dangerous. 事实上，乌克兰最近真侪届利用无人机去攻击罗西亚炼油厂甲相关的石油设施，造成即马罗西亚国内咧欠油，甚至佮宣布讲要暂停柴油出口。罗西亚是全世界第2大柴油的出口国，敢若排伫咧美国后壁。消息一日出来，国际柴油的价格也拢起悬。另外，罗西亚又搁再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佮有第2大城哈尔科夫，造成5个人死亡，55个人受伤。面对罗西亚的军事威胁，北约峰会也决定要甲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数十年来空中巡逻任务升级做空中防卫，授权予北约派驻的飞行员会当直接炸毁任何有可能造成威胁的目标。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北约组织个峰会结束，除了强调美国爱共同防卫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外，佮传出讲这欧洲是打算要强化国防自主，想要来减少瓦克美国的军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以地主的身份迎接各国的元首来遮访问，参加北约组织高峰会。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埃尔多安是表达希望美方解禁 F-35战机的军事案，川普嘛正面回应。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yeah, it's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川普的话内面是有别的意思。那俄罗托尼基是忠诚的盟友，那伫会前都一直表达对北约欧洲会员的不满，批评因伫移动的战术是无配合美国的行动。川普嘛才一摆讲，北约欧洲盟国的各方支出是明显无够，各项代志拢靠美国，佮呛声讲要退出北约组织。对这北约秘书长吕特伫会前的记者会，大声强调对美国持续支持北约组织的信心。The US to stay safe needs to secure Atlantic, Europe and Arctic. So there is complete commitment to NATO. 不过，到底选是提关国防预算的时阵，会当看出北约的欧洲会员要一步一步降低对美国军备的瓦克。第一个就是准备要汰换伤旧的空中预警机，在美的欧洲国家是选瑞典新宝集团出品，商务客机改装的全球之眼预警机，不是美国波音的 E7 型。另外，7个欧洲盟国组成的空军运输机共享计划是选空中巴士集团的 A400M。加拿大海军的舰南采购案选的是德国海军现役的212型，用行动来表达拒绝川普政府买美国货政治压力。另外嘛，参加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以实战内面验证的性能，甲几个北约国家成功推销乌克兰的无人机，相信的买主是包括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另外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去拜访叙利亚的总统哈拉，讲要来协助叙利亚推动中建甲经济改革。不过，就伫这马克宏住的饭店附近，却是熊熊传出爆炸案，造成18人受伤。这叙利亚的总统是强调会赶紧抓到要破坏国家之间大事的嫌犯。因那这马克宏嘛讲会帮助叙利亚来打击恐怖主义。法国总统马克宏吹出伫大马士革和叙利亚总统哈拉见面，这是前总统阿塞德政权伫2024年落台了，头一位访问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双人会谈了，举行联合记者会，签署几项合作协议，象征法国甲叙利亚正式重启外交互动，嘛为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开始新的合作机会。كما يسعدني أن أعلن اليوم عن اتفاقنا على بدء مسار تبادل السفراء المقيمين بين دمشق وباريس في أقرب وقت ممكن وإذانا بعود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دبلوماسية إلى طبيعتها الكاملة. 马克宏这次的目的是为着要帮助叙利亚国家重建、经济甲银行业改造，因为法国相信叙利亚的未来。另外，马克宏佫带领包括能源大公司甲货柜航运在内的法国企业代表，希望让叙利亚变作荷姆兹海峡以外中东贸易替代中心。马克宏佫伫记者会宣布讲，要甲查到的阿塞德家族超过欧元5000万的非法所得献予叙利亚。不过，伫记者会进前，马克宏要去叙利亚总统的半途中发生2件爆炸攻击的事件，有18人受伤，现场是黑烟并变着。警方初步调查，炸药是伫个爆炸发生进前几分钟才安置的，想要突破马克宏的安全警戒范围。哈拉伫记者会承诺讲，会赶紧逮捕想要破坏甲摧毁国家甲家园的凶犯。马克宏表示讲，伊协助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L'anéantir de la Syrie dans le concert des nations. Et je pense qu'il faut à la fois être aux côtés de ceux qui ont été blessés, continuer d'être intraitabl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Vous l'êtes ici et nous sommes quand nous nous déplaçons. 爆炸事件嘛在考验叙利亚新领导人哈拉的治理能力。哈拉上台了，想要强固全国的控制，争取少数族群的信任，并且降低西方国家对于以早领导甲介达恐怖组织有关联的疑虑。不过，经过14年战乱，叙利亚将近5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处通住。基础建设严重受到损伤，未来重建阁需要数千亿美金的资金。公视新闻新六倍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台？咱做伙来看世界。巴基斯坦有一架波音737的飞机失联，机顶拢总有5个人是下落不明。不过目前是传出伫咧阿拉伯海，那像有发现部分飞行机的碎片。委内瑞拉发生大地震到当时已经要甲3700人死亡，估计也造成超过2亿台票损失。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讲，会赶紧来启用替代保护道，也有恢复港口的运作，通好运送物资甲设备。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讲，美国搁再对伊朗来发动空袭，伫咧查巴哈部分地区失电，也已经有8个伊朗军人来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嘛表示讲，甲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俄
来看中国是一直咧扰乱台海，甚至试射飞弹，引起太平洋附近国家不满。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达克厄斯受到邀请来到台湾参加这海洋国际论坛。伊就讲，这中国是想要来建立新相台做法，国际社会应该保持警觉。因后咱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嘛呼吁民主的国家，就要建立预警处理的机制，反对中国改变现状。 Listen up, China Coast Guard 14602. This is Taiwan's waters. This is Dayuo waters. 海巡另外用中英文相互广播来赶设备展示，又过来侵了金门西科维亚海峡的4架中国海警船，双方对立将近3点钟。中国近年来一直侵了，最近更加向太平洋试射检查弹道飞弹。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设备伫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就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共同建立预警处理机制，卖互中国亲像切灌墙相款的渐渐推进方式改变现状。我们必须讨论，我们要维持的现状是什么？哪些行动正在侵蚀现状？灰色地带侵扰的黄线在哪里？红线又在哪里？ 我所说的黄线不一定意味着军事的反击，红线也不应该等到战争爆发才存在。We must enhanc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capabilities regarding maritime activities. Technology such as satellites, sonars, sensors, and uncrewed systems will all help to detect aggressive actions and enhance transparency. 国际社团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也受邀请参加，对中国进行讲在台湾东部海峡进行执法巡查。达克沃斯讲，这是中方想要建立新的正常的这做法，那台湾国际社会都应该保持警觉。China is trying to establish new norms that are not in compliance with w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greed to and ratified, and we cannot allow them to do that because they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and expand that, and it has global implications. This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the Netherlands as it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is to Taiwan. 达克沃斯也讲，台海安全对全球安全甲经济拢非常重要。因为前一天会见赖总统时，达克沃斯讲，家己是川协会了后头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希望传达美国对台湾所讲的、所答应的，一直坚定不移，而且跨党派支持不变。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着即马少子化，咱的国军为着要减轻人力的负担，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规划2阶段来举办全台湾9位军事院校的卫戍任务，要交予保全台负责。第1阶段是对今年9月初1开始举办。另外，针对着基层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国军嘛拍算对明年开始重新启动预备军官、预备士官的考试。 听卫兵检查阿兵哥对入去军校营区的车来做身份的查验，全台各地军事学院交予志愿役的勤务部队来做这个听卫兵检查任务。因为种囡仔生少，兵员减少，国军想要举办予保全警卫来军校做卫兵检查工作。 为了减轻人力负担，国防部针对全台9处的军事院校，9月起试办外包卫戍业务。第1阶段锁定国防大学等5处进行试办。军事院校在今年9月1号开始，国防大学、陆军官校、海军官校都会先行试办，就是不需要由军人去。是什么时候开始？今年的9月开始。 国防部规划2个阶段试办，第1阶段9月初开始，先是国防大学3个校区，陆军官校、海军官校总共5所在试办。第2阶段是明年元旦开始，陆军专科学校、空军航空技术学院2个校区，中正5校总共4个所在试办。因国专家提醒，民间保全号码素质无齐全，所以讲伫人员资格审查，国军必须严格，避免有心人士来渗透入去学校。 你总不能说里面有匪谍吧，对不对？有共谍这种总是说不过去。我们知道很多退伍军人都担任这个行业，没错吧？对不对？所以他应该也是有一些公司是相当有水准跟纪律的。另外，国军稳装部队也有用的招募兵员是当年减少，军全军的兵员比率是80%嘛。 国军推出放宽入营精选条件，提悬新式台步，和志愿役人力来增加5000人。因国基层军事官员不足，顾立雄提出解决方法。事实上，4个月是不可能成为
士官跟基层的军官，1年期就可以了。那1年期的话，那我们现在明年这些大专毕业的人，那我们让他可以去考预备军官或者是预备士官，那我可以充实我们的基层的干部。对着1年期义务役招大学毕业生，基层干部服役人数有希望增加。鼓励员工规划义务役伫战斗部队服役，应领到战斗部队加级，未来也会纳入后备编管。记者综合报道。国内遭到做假证件的这个集团涉嫌是伪造身份证、居留证，还有照顾服务员的结业证书等等，要互伫咧台湾的失联移工。而且这嫌犯是搁用蚵仔蛋来暗砍非法，目前是已经抓到台湾人、外籍配偶，还有失联的移工等等7个人，有判刑4个月至6个月不等，不过拢总会当加罪。移民署的人伫咧台北甲新北足侪所在，上时展开查缉，甲美伫台湾做假证件的集团抓起来，抓到的7个嫌犯有咱台湾人、外籍配偶，还有失联的移工。查扣证物若有切纸、印刷的假诗，上关键的是查扣到真侪张假证件。台北市专勤队在调查涉案做假证件的集团做的3大证件，有咱台湾的身份证、居留证、甲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书，每一张拢收5000块到1万块。为112年开始2档的时间，有60个人买，其中印尼籍失联的移工占较大面，不法得利超过50万。越南籍移工组成的犯罪集团，将租屋处变成伪造居留证的工厂，透过社群平台招揽买家，利用蚵仔煎摊位卖蚵仔煎，也卖证件来躲避查缉。非法集团的嫌犯犯户籍法定罪，共判4个月到6个月。暗过假证件入去市场已经足侪档啊！目前有真侪失联的移工摕假证件伫台湾拍走。加啦！早前国内特捌掠过同款的不法案件，同款嘛是锁定失联的移工伫咧卖，为制造到假证件。服务是规套的，迄时阁有34个外籍人士用这款无合法的手段摕到工课。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打黑工，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很坎坷啦，有点算是要买一个身份，让自己本身比较心安。还有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需求，因为他在台湾薪资水平比在他们自己的当地高了很多倍啦。国内失联的移工到达超过9万人，而且有增加的趋势。专家就分析，真侪失联的移工用真侪方式，拢是为着要继续留伫台湾赚钱。不过国内已经出现失联的移工互犯罪集团利用的状况，就惊变成是社会的问题。要安怎应用，相关的单位就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台南永康逼出一位有白的年宝，那像是虐待4个月大的红婴仔，造成这囡仔脑部损伤。台南市社会局表示讲，那阵在法院判决年宝确实是有虐待囡仔的行为，因嘛会将这个托育人员的资格废止，而且和这个年宝是规世人拢袂当去做托育相关的工课。在去年114年12月，台南永康一个有领合格证照生康的年母，开始居家照顾4个月大的查某红婴仔。但是在今年1月，查某红婴仔的妈妈要甲查某红婴仔接回去的时阵，发现伊肚边的喙皮和大腿拢有乌青。2月7号发现伊肚边的下头嘛乌青。没想到2月7日，查某红婴仔接到年母的电话，到场看到家己的囡仔已经规个软去目睭掉掉，赶紧送去生台病院急救。病院诊断伤势真严重，捌伫无同时间受到真侪摆外力的伤害。研判受到儿少虐待，通报疑似重大儿少保护案件。在接获通报后的第一时间，即派员陪同家属进行笔录，也立即要求康信涉案人员即刻请停止新收托，以确保幼童安全无虞。台南检方照对未满7岁的人实施虐待罪嫌提起公诉，若法院判定年母确实有虐待囡仔的行为，台南市社会局会照儿少法第97条的规定，采取犯罪人上重的罚款，嘛会公布名，而且废止托育人员登记证，因终身袂当搁做托育的服务。因为已经要上班了，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去找一个可以收他小朋友的保姆去，变成说有一些可能不怎么可以的保姆，他也只好说就先放他那边。台南市去年底联网岛区嘛传出有托育人员抠盗囡仔的事件，少年所的事件，互有囡仔的民众是真烦恼。绝对是自己照顾的，真的没办法也会找自己的亲戚，或者是自己信任的人比较放心。你像是市政府的还是合格的保姆，那个也是有很多败类。
年保职业工会建议讲，上好是熟悉的朋友来介绍年保的人选，也是问退育中心和年保的厝边，探听年保平常时的做人，落尾观察囡仔和年保之间的依附和互动，对正在面向来判断，才当找到适合的年保。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德产昨知影有一个查甫人驶轿车，甲骑奥多拜相在两个少年假相撞，这两台车拢落去水沟内底。警方表示讲，骑奥多拜两个人是当场无喘气，送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因为轿车的驾驶是受到轻伤，事故到底是安怎会发生，也搁要来调查。车别早起7点外，屏东德产乡的平安路甲永兴路口，一台轿车甲小载奥多拜分别对无共的车路开过来，不一个车速无慢，两台车来到路口就安尼弄做过，轿车甲奥多拜拢并落去水沟底，骑奥多拜小载两个少年当场无生命现象。附近民众讲，听到声出去看，人甲车拢伫咧水沟底啊。听到共一声足大声的啊！啊，你有出来看？有啊，尾啊，咱在开门了，我有出去看，啊，人在地方是水沟啊。两个少年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现场四个拢是车壳的碎片，奥多拜的前脸已经喷出去路边，规台车拢甲碎糊糊。轿车嘛是四脸翘上天，并伫咧沟底。64岁查甫驾驶卡伫咧车底，消防赶到规个人救出来，加载干那轻伤。轿车驾驶讲，伊来到路口看到奥多拜时，已经被负打动。我都过来，因着撞落啊，我就闪啊。啊，速度就快。本案自小客车驾驶人无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厘清。两个少年是朋友，骑奥多拜小载要去上班，年纪拢是20外岁。因为双方车速拢无慢，警方表示，详细调查原因佫需要进一步厘清。不只个民众赛车骑车经过路口，一定要甲速度放慢，注意附近是毋是有人甲车，安尼才会当确保双方的安全。记者柯家祖、柯超勇屏东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一个29岁查甫人，对今年3月底开始，连续5届伫咧凤山大寮一搭啊叫计停车载伊死驾驶，落尾佫找理由来让港无提钱出来纳，一直到上尾一届，伊共款是叫车坐去到凤山，共款用这个步数要逃选去，结果去互这司机甲突破，也拄好有警察巡逻经过，抓到这件代志。即马检方是依照诈欺得利罪，甲这个人起诉。你认车吗？我阿姨都坐车来遮，阿姨也无一钱互我。看到警察巡逻经过，现场的计程车稳将紧随远景来到三公，因为县里面查甫人伫凤山改叫车，一路坐去大寮，搁坐转来凤山，车主拢总501，县里面查甫人煞讲身躯顶无炸钱，爱登去摕，稳将感觉代志无对当，无爱放伊走，拄好有远景巡逻经过，不过安怎问县里面查甫人都是无要付钱，稳将坚持提高。确定没办法付钱哦，那我今天现行犯跟你移送了哦。确定哦。警方依法受理，并收集相关事证，全案依涉嫌诈欺得利罪移送侦办。这件坐霸王车的代志发生伫4月13，县里面查甫人随行按照现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尾处检方一查，佫发现伊根本就是挑工坐霸王车的，进前已经有4届记录。头届是3月27，伫凤山叫车坐去临恒，讲要转去提钱，尾处就乱讲走甲无看人。检方表示，县里面查甫人明记知影家己无钱，煞食了财自闭，连续5届安尼做，真正不可取。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2项之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一般啦哈，我若拄到这拢是当作是自己倒霉啦。啊，如果说这个蛮严重，就是直直安尼无，我会较注意啊，会通报。阮讲讲走车无轻松，伊驶计程车20外趟，久久啊嘛是拄着一道，嘛是偏啊懵懵地算家己衰。不如果若像这个查甫人安尼，一届骗过一届，实在真唔通。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宜兰高雄镇的清洁队是拢传出这碰层石蹦子蹲甲拿山回收贴白里，刘公所是提案要争取县府编预算来设专自动石蹦子的破碎机，因为县府评估了后是认为讲这一台机器要价3000万，而且佫爱保养，所以打算是要外包给厂商来处理。
一顶搁一顶的眠床，这伫回收场要甲拆开是无简单，需要真侪人工甲眠床内有价值的镜仔甲布料分开，才通回收。宜兰宜山乡公所清洁队就表示，因为人力不足，一天敢若会当拆3-4顶，仅已经少400多顶，还未处理。我们其实公所的人力也有限，是那。除了本身的清洁队的就已经业务很多，还要再分人力说要去做那个的话，其实负担蛮大的。目前宜兰市公所清洁队有一只半自动眠床破碎机，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7000多顶的眠床。不过半自动破碎机同款需要大量人力，甲破碎了啊镜仔甲布料分开。公所敢若会当请地检署的物业来协助。所以如果全线做一做，其实量能会不太大。其实你说破很快，可是现在全部卡在人力分选的问题。这几年民众的生活品质提高，眠床瘫痪的频率增加，要安怎快速气化，就是一个问题。真侪公所拢会拄到清洁队无够人的困境，有公所就提案，希望宜兰县政府会当编预算，下一只全自动眠床破碎机，协助各公所的清洁队处理眠床。环保局规划。朝向委托业者来以开口契约的方式到各公所来进行破碎。根据宜兰县环保局统计，规个县目前回收的眠床差不多有3000顶，今年阁会增加1000多顶。环保局表示，经过评估，每一台全自动眠床破碎机需要开3000万。不过因为效率真悬，会变做真侪时阵拢顶伫遐，保养费阁无俗，无效益。未来会透过合约的方式委外请厂商协助各公所处理眠床，一年只要开8万块，效益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咱经济部甲工研院是发表国产的4卡机器人研发平台，完成巡检、物资运送，也有消防救灾等等的功能。望未来会当来建立机器人自主的技术，也有非中国供应链。原来消防署嘛表示讲，这款机器人未来会当先投入火场、甲绑起的建筑物等等一寡高风险的环境，降低消防人员救灾风险。机器人家己晓爬楼梯，嘛晓侦测环境适应复杂的地形。未来这款机器人分细卖点用伫巡检、救灾等等的高风险场所。出发。经济部甲工研院拜三发表国产的4卡机器人，其实伫美国、中国、澳洲等等拢已经有甲这款机器人用伫咧基地巡逻、设施警戒等等。咱国的工研院表示，这届和民间共同推动4卡机器人研发平台，嘛已经完成自主导航、地下崩坑的巡检、运送物资、甲消防救灾等等功能的验证，希望建立自主技术甲飞航的供应链。氏族机器人的研发的时候呢，工研院事实上不是关起门来做，我们联络了非常多我们国内优秀的厂商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开发这个产品能够应用到我们各项的不管是在民生或是在工业甚至就是说我们还有许多的一些未来搞不好还可以发展成国防上的一些应用的需求。面对救灾需求，毋但人为的火烧意外，台湾嘛有地震、洪台等等一寡天灾。消防署表示，未来若当着火灾、建筑物绑起等等，这款高风险的灾害现场，嘛会当用机器人先去收集环境的资讯，降低消防人员接近的风险。它有侦查的功能。那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掌握人命的这个受困的位置，以及现场。有哪一些风险包括温度，包括里面的气体等等。经济部表示，台湾目前发展机器人的阶段，会优先用伫巡检、救灾等等，未来嘛有可能甲技术用伫工业、国防等等的多元发展，希望会当建立国产智慧机器人的生态系，提升产业的竞争力，甲国家的韧性。记者郭志勇、谢桂林台北报道。有一位长期咧收藏玉仔的博物馆职工，将伊收集30吨拢总302块玉仔关护大博物馆，加做公共资产。官方嘛特别来举办展览，希望互民众会当来欣赏玉仔的工艺，也会当更加了解愈侪玉仔的历史甲相关的知识。这个是蝙蝠，然后喜字的搭配就是一个喜上加喜天鹅穿帘就是天作之合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婚姻美满的这个寓意相关的学者详细解说玉仔的图样所代表的意义，比如若看到蝴蝶，就代表双双对对；若有果子，就是子孙满堂的意义。玉仔伫咧东方文化内底，毋但装饰的作用，也有对生活期待甲祝福。设备台湾博物馆开办玉仔特展，所展览的玉仔是9年来伫博物馆做志工的石佩莲女士的收藏品。因为我收藏的时候，我不是管年代的，
不是管它值不值钱 ，OK， 我是看它的含义。当你看到那个小小的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你脑子里头。它给了你一个社会的背景，给了你一个文化的延伸。谢律师委托学者经过一档的研究甲资料整理，甲伊收藏30年302件玉甲关乎大博馆。官方表示，这届的玉甲特点也有一部分是谢律师个人的设计。特点除了会当让民众了解玉器的文化印记，嘛通看到全球玉矿的特色。这些物件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物件，你会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组合。这些玉器、这些收藏呢，台博馆在这一批之后，应该也有机会变成台湾最重要 No.1 的这个玉器收藏的这个博物馆。大博馆表示，这届展览对7月初8开始到明年1月，总共会展出62件玉器。博物馆希望民众除了欣赏玉甲的美学工艺，也会当愈了解考古学的知识。记者郭耀基、林秀凯台北报道。德国东部的城市德累斯顿是发展科技重要据点，所以出现欠工的问题。当地政府即马是开放外籍人士来做科技产业的头路，甚至已经有公司专门咧协助处理外籍员工签证甲生活的问题。未来咱台积电若伫遐设厂，嘛有可能会当聘用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在德累斯顿一年一摆的半导体业的盛会顶悬，世界都有当看到对印度来的。德国最近几年是积极在找对印度来的人才，工程师罗波就是其中之一。伊伫德国前后已经做工课做10档啊。The people here are also quite open. They are friendly. You just need to learn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and what makes them tick. And yeah, I know the German languag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sounds a bit harsh, and you think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you. But if you get to listen to them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re saying, it sounds much different. 德累斯顿是欧洲上大半导体聚落，有正侪经伫国际上做生意的大厂。台积电子公司欧积电的预定地当加金赶工，当地阁有公司专门解决外籍员工的签证和生活适应的问题。Dieser Halbleiterstandort sich immer dynamischer entwickelt, weil die halt sehen, auch hier gibt es nicht nur einen Arbeitgeber, nicht nur ein Global Foundries oder ein ESMC, sondern es gibt sehr viele. Es gibt ein großes Ökosystem, auch viele Zulieferer und der Standort ist auch mittlerweile sehr international. 德国是面对真严重的欠劳动力的问题，对软体、电子工程师和护理人员的需求，尤其是真需要。因为安尼，最近几年是台湾放宽签证和入籍的标准，希望会当省海外人才。其中对印度来的是成长上紧，目前已经要30万人，是10年前的3倍外。欧积电的办公大楼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明年底量产进程会请2000人，到时一定会向全世界的人才来下手。Semiconductor community after ESMC also gets fully launched will definitely evolve because there is talent gap, which inherent local talent gap exists, and that also means that there will be a requirement to actually get more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would say that it will only go in good direction. We will have more diversity, people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global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德累斯顿是以纵观的国籍成各国的观光客来，本身阁是高科技重镇，对印度来移工主要是做资通讯和半导体产业，城市的环境包容阁多元，完全无排外的气氛，对外国人相对友善，变作技术移工的首选。德累斯顿是欧洲半导体制造的心脏，聚集了博士、英飞凌等大厂，来自印度和全球的专业人才。现在成了维持这里运作的重要力量。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林玉丽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报道。伫新闻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啊，伫各地拢是好天小热，过到南部甲其他山区拢要注意会落雷降雨。也在风台包围咧接近，阴暗开始，在东北部就会变天。明仔载东北部甲北部拢有可能会落大雨。预告今仔日也会来发布海上甲陆上的警报，提醒观众朋友在提早做好防灾准备。咱做回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
东部地区25度至34度，还有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